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这阵啊，因为疫情，大家无法度出门的关系，加减拢会闷闷不乐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个就是闷。这个闷就忧郁的意思，咱讲郁闷、苦闷、闷闷，代表心肝头忧愁无欢喜。另外咧，咱台语这里有较特别的意思，就是讲少年故乡的代志引起心闷的情形。咱讲伊心肝头伫咧问因父母心闷，另外巴肚枵的时引起心肝头艰苦。咱讲闷闷糟糟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闷闷，会当讲是郁卒，嘛会当讲身体小可无爽快，小可会痛。咱讲闷闷闷闷啊。第二个词解心闷，就是消透心情，解郁解闷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疫情的关系，阿明为3级警戒以来，已经2个月无回去故乡，心肝闷闷。希望疫情赶紧过，挺好解心闷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闷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